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日当上强的冷空气要来了，这礼拜六台北上低温可能只有7度，拜4、拜5中部北部山区有机会落雪。金门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今仔去中国厦门讨论小三通甲酒防禁止的代志，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台湾人应该团结对外。4当前伫汉江因是跳伞着重伤的陆军郑良芳，目前复健了袂歹，昨伊30岁生日，嘛转去部队庆祝。新闻台来看，这礼拜六会有一波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气象局预估，这波冷空气可能是寒流顶级，会连续影响3天，全台湾拢会变甲真凉冷。中部以北温度只有10度左右，台北有上低可能只有7度，民众都爱做准备。最近拢咧落雨，天气湿湿冷冷，受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气温差不多15度左右。到10时拜3开始，佫有一波的冷空气报道，气温会小可佫降低。拜6开始，日冬上强冷空气报道，有机会达到寒流等级，全台降温拢降价。中部以北、东北部的最低温可能在10度左右，其他地方的低温大概也只有11度或12度，甚至在沿海空旷地区或是内陆近山区的气温还会再更低一些。拜6到拜2是这波冷空气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间。不过因为10月开始水汽减少，关山是毋是有机会落雪，要搁观察。气象局长陈明典分析，今年多是反省型年，故北极震动影响时间可能较久，冷空气为极地向外拓开，可能让台湾气温出现极端值。它下来的时候，可能有冷空气下来，但它偏上去的时候，南边的暖空气上来，所以平均下来温度影响不大。但是就极端值来讲，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极端的低温。气象局分析，副北极震动会让原本在高纬度的冷空气落南到中低纬度的区域，台湾是在冷空气路径变形，有机会被影响。呼吁民众爱注意上新的预报资讯，提前做好预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增加1,824个本土病例，有31个人死亡，31个中重症。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讲，即摆应该是这波疫情的谷底咯，也毋过哦，嘛是可能阁有后一波的疫情。来听指挥中心伫报上介新的说明。在昨天新确认了本土的病例10824例那所以说。还是维持在每一天大概有1万多例的一个情形啊。那另外境外移入的病例在昨天有29位死亡病例数有31位。从上个礼拜到今天有增加了5例的特殊重症，儿童的这特殊重症的部分，是不是要增加一点防疫措施？主要是要观察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它这边的疫情的这个发展。但是我想从官方公布的数字，我想是很难真正的这个去知道他们现在真正的疫情的状况。那第二个是说，我们也要去了解中国在防疫规定的变化是怎么样。那我们为什么不会一直下降？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目前我们的这个防疫的措施其实是相对是很宽松的，所以不可能达到这个清零的这个目的了那么第二个是说，我想对于 COVID 的免疫力那也是会随着时间我们逐渐会衰减那不管你是自然感染的还是这个打疫苗的。来看中国禁止台湾的农水产品进口，即马向台湾米露甲金门高粱嘛禁止进口。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今仔去中国厦门协商伊表示讲，这桩主要是要来讨论小三通，买来反映高粱暂停进口的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批评讲，中国以无合理的政治手段来干预自由贸易，呼吁台湾人应该爱团结对外。嘛讲现主时金门若需要开放小三通，将有防疫的空隙。我们金门可以作为一个两岸和平的桥梁，那赶快让小三通来复航。所以今天主要的议题是谈论这个小三通复航的相关细节。一透早去松山机场破病带耳朵好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要去中国厦门协商小三通，包括金门县长董选人陈福海、连江县长董选人王忠平，嘛要做伙去。陈玉珍正式受到中国厦门协会邀请，对方嘛开列席通道，会跟有关部门来协商。而且中国最近禁止
台湾农水产品、含台湾米露、金门高粱等等，嘛会传达民意。也会去反映民意，了解说这个到底是需要怎么样具体的文件哈，或者是要有怎么样的沟通的这个管道，希望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络窗口。对苏中食品有7.5封禁止，卫福部表示，中方对禁止的原因无要回应，连写中国台湾嘛无过关，佮传出这礼拜会禁佮较侪产品。经济部表示还未接到反应，不过国民党团呼吁中国卖采差别待遇，嘛爱政府提出办法看规划，佮点名农委会、卫福部应该爱负责。尤其陈吉仲跟卫福部吴永梅或者薛部长，当然要负责，除了下台负责之外。请拿出具体的办法。现在发出的这个暂停的措施哈，那也是都非常的突然。无论如何，就政府的部分，厂商如果还要继续补件的或者继续说明，我们都会来完成。王美花表示，经济部今年已经投入2亿推动台湾食品全球购的计划，行销到其他国家已经有17亿的商机，明年阁会继续来推动，并且加入农产品，目标分散市场，扩大国际行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的吴怡农提出松山机场迁走，要改起公园的政见。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嘛无支持，民进党某立委表示反对，认为讲离岛的民众来到台湾会变甲真无利便哦。也毋过吴怡农是强调讲，松山机场迁走，所有航班是袂当减少，嘛袂当提升服务，这安尼才有讨论的空间。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吴怡农提出松山机场迁走，国民党立委惠丰台透露，有人到私下问过 AIT 无支持松山迁走。即么连民进党澎湖县立委因邀也表态无要支持，因为造成外岛的居民去本岛的交通变成降低。松机的迁建绝对是在航线不缩减、服务品质不牺牲的状况下来执行。一到桃园机场，反而可以让服务水准甚至提高。这些蓝委提到说什么 AIT 啦，要用那里撤侨什么，那个早就已经证实了是谎言，听信某一些未经查证的说法来做公共政策的论辩，这个不妥当，也让人家遗憾。针对 AIT 的态度是关注，立委也挺身指出，为吴怡农讲话，不过补选压力炮火真大，国民党继续加吴怡农。批评吴怡农替社团发钱，纵看台湾联名的款募资金，当作是竞选经费。不过吴怡农反呛是人身攻击。捐钱去做好事、做公益，100块有64块，却是在宣传，借由壮阔计划，表示自己要为台湾的国防出一份力气，但是却把超过合理比例的费用拿来宣传，为他个人的选举铺路来宣传又再一次持续的落到这一种扭曲跟人身的攻击。壮阔台湾的账务是非常清楚的，不止如此，它跟选务是完全分开，它跟个人的选务是完全的分开。面对松山机场所造政见继续和外界质疑，吴怡农12日下晡要举办座谈会，甲附近里长、里民来解说推动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航警局甲关务署的台北馆，今年的9月伫桃园机场查到讲有邮包内底藏第2级的毒品安非他命，嘛查到一间货运公司用钱买通社区的保全来代收国际有毒品的包裹抓到3个嫌犯。现场藏毒品的证物，航警局甲关务署台北馆9月20日伫万向快递货物进口专区查到包裹内底藏第2级的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公斤半。查缉小组针对包裹收件的住址，去到台中某一间大学边仔的社区，是咧睡人的套房，不过收回的人是无住伫遮。在包裹的收件地址埋伏多日，结果没有人来领取这个毒品。经过同步的这个布线追查分析，发现这个社区的保全人员扬嫌可疑。航警表示，社区现有的保全人员行为是真可疑，今仔配合警方办案。煞调工探问警察办案的方式，经过警方比对专案人、车、住址相关的资料了后，这个现有的保全承认讲，伊是受到物业公司一个现有的主管的指示，提钱叫伊到收毒品包裹。公司梁姓主管以新台币6000元的代价，指使其收领毒邮包。那警方当场逮捕杨贤后，向上溯源，
追查到这个梁姓主管跟陈姓的幕后主嫌3人到案。警方当场把这个姓杨的嫌犯逮捕，接续抓到姓杨的主管到案。经过3个月，找到姓陈的幕后主嫌，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行政局呼吁社区的保全人员，唔通为着一点好处受人利用，替卖毒的集团收来源不明的包裹，运输第2级毒品，会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去年4月，台北松山中仑派出所有穿乌衫的人冲入去派出所设电脑，警方伫第一时间佮想要暗砍事实，甲证据毁掉，引起真大的争议。监察委员嘛针对前松山分局长林志成等4个人弹劾已经通过了。林志成是表示讲，因会去挺介法院来说明。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去年4月，和乌衣人弄入去花休，公害公务电脑，引起松山之乱。警方后续处理，甚至也互手机轻磅，引起经济争议。经过监委提案了后，针对前松山分局长林志成、中仑派出所前所长柯淑环等4个人，全票通过弹劾。没有第一时间来做处置，而且上下都全部隐瞒事实的，那难以说服社会大众。那尤其对整个一个警纪跟警政机关呢是影响，而且是严重的伤害。监委指出，柯淑环伫案发了后，甲前孙组报用讲单独驻地监视影器，涉嫌掩蔽证据。前副所长颜民心，身为迄天的地理主管，也指示部属爱简单处理。另外，林志成伫事件爆发了后，捌用停电的讲法，想要暗藏事实，也安排嫌犯甲警员伫警察局演出大和解，种种行为升等警戒形象，认定有弹劾的必要。这个案子我会在那个惩戒的一个法庭再做一个说明。依法行事嘛，看，或者一般来讲不会处分2次的，就是说，该改的我们会改嘛。林志成态度低调，针对案件无愿意加做说明。松山分局是以书面回应，相关弹劾案由台顶界法院审理，分局表示尊重。专案进前2名警员已经得到原起诉，身为台北市大家长的郭文哲虽然强调依法行事，不过也认为相关的事件未处罚2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央银行，这礼拜4要开第4季的理监事会议，外界是真关心讲，敢会阁成立式的。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今仔早起伫会议表示讲，这就爱看通货膨胀率，还有咱国内经济成长受到全球经济影响的程度来进行评估。若是明年的通膨率伫2%以下，这是中央银行会当接受的。超级央行周登场，包括美国、澳洲、印尼甲澳洲等等的国家，拢相连续公布上新利率的政策。因为最近美国联准会放出起利息的起较慢的风声，现在台湾中央银行嘛伫咧这礼拜4、15举行今年上尾一届理监事会议，现在敢会第4届起利息嘛引起外界关注。国内央行要依据通膨数据这个判断决策紧缩，请问？是依据什么标准呢？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通膨率了哈。那第二个呢，要看看我们的经济的成长呢，会受到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的通膨能够在明年是在2% 以下的，2% 以下，那应该就是说也能够就是说也可以接受的。为了打击通货膨胀，全球主要的中央银行今年以来大力执行货币缩案的政策。美国联准会累计起利息15码，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表示，明年全球的中央银行要是会采取缩按货币的政策，全球贸易量降低，台湾出口嘛会受到影响。另外，针对国内通货膨胀的情形，伊认为讲甲其他的国家来比，较无遐尔吃力。不过，要受立委质疑讲，政府公布通货膨胀的数据，甲民众买物件的物价感受是天差地。外食才是对劳动阶级一般的人民才是最大的重创。是这个我了解。要体会人民之苦啊！全球的中央银行呢，它所看到呢是整体的 CPI， 不会说针对是我的外实惠。然后呢，我来做我的货币政策。市场起利息的烦恼加悬，加上顶礼拜5美股有落，台北股市早盘以到46.97点开出了后，捌到超过150点，回测14600点整数的关卡。电子、金融甲传统产业拢翻乌，
富国新山台积电嘛落超过1%，连带影响大盘走势。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审有台版精品法称呼的产业创新条例草案，虽然条也有共识，但过将对草案的先进制定也是前瞻创新的定义，认为讲无够清楚。经济部长王美花嘛强调讲，第10条之二毋是只适用半导体产业，包括电动车、5G 的产业，同款拢有机会会使摕到补助，嘛无特别优待某一间公司，也是某一个产业。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真侪地位烦恼人才外流、技术流失。未来台湾恐惊无法度伫领先的地位。互外界认为是台版精品法案的产业创新条例10条支持修法，中央股东团拢对修法精神的肯定。不过也对草案当中的先进制定等定义，加偌济纳米以下是成熟制定提出质疑。王美花回应，会看个案当中由专家学者组成委员会来审查。它是属于先进制程的部分呢，还是前瞻创新的部分呢？还需要经过你们的所谓的学者专家再去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会用。你的专家委员会是审查这个企业，还是审查这个定义？审查这个定义下面可以适用的技术。修法内容包含未来技术创新，而且是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的公司研发费用的25%，加买先进制定的全新机器才支出的5%，拢会抵减当年度营收税。除了定义无清楚，民众党立委高虹安也指出，修法凊彩而且无清楚，无法度知影修法了后影响国家财税偌济，也无法度了解倒一寡产业来适用。如果没有到12%的时候，其实其他你在研发的费用再降低，其实也会进不来。虽然您刚刚讲好有效税率12%，可是问题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未来是要走刚刚讲的个案审查。那到底谁可以适用到进到这个个案里面？到底什么样的精神是这个台版的晶片法案是赞成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关系台湾经济形势。这个每日警报7则大幅度报道，台湾半导体产业对全球的影响力。外国学者认为，全球经济繁荣是伫台湾是不是安全，所以保护台湾无受中国侵略非常的重要。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5月，伫汉光演习跳伞着重伤的陆军航铁部下士郑良峰，经过4天半的复健，是恢复了袂歹。昨伊30岁生日咯，登去部队，国军兄弟来帮伊庆祝生日。郑良峰嘛望讲会当量早登去部队，伊讲哦，未来伊阁想要跳伞。摕着鼓励白爱阿兵哥，沿路列队欢迎。经过4天半，陆军航铁部下士陈良峰，搁一摆穿着野战的军服返来部队，受到大家的欢迎。互爸爸扶的踏起哩楼梯，会使行到这步，已经经过4天半。2018年的5月，陈良峰伫汉光演习执行跳伞任务的时阵，意外对1300公尺的空中摔落来，对重伤到即马会使慢慢行几步。陈良峰伫医疗复健的协助，甲自我无放弃之下，总算返来第3夜，甲军营的人做伙切鸡卵糕，庆祝30岁的生日。我最大目标当然还是能够让身体康复起来，也恢复到部队，有办法恢复到像我们伞兵可以跳伞、可以行军这种状态，再去尝试那种就作战训练这样。山具顶设备就放伫桌顶，拍开生日的礼物，内底拢是陈良峰复健的相片。唔拿陈良峰想要赶紧回来，部队的朋友嘛期待伊会使回来做伙奋斗。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那个点还是没有过的啊。可是我是想说，小孩子既然有这个目标，我想说也好，就让他有这目标，他去朝着目标去努力去复健也好啊。陈良峰的爸爸感谢部队无将伊的后生放袂记。陈良峰重伤了后坚持复健，即马就算无人扶，嘛会使行大约5至10公尺。军方希望伊的精神嘛会使鼓励国军面对困难甲挑战，永远袂放弃。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美国的 NASA 阿提米斯1号的任务传回好消息，6号座太空船今仔台湾时间今仔透早已经安全降落伫太平洋，成功完成25天探测月球的任务。这届的太空船并无载人，也毋过任务真成功，所以应该真紧就有机会会当去甲太空人送到月球咯。Splashdown. From Tranquility Base to Taurus Littrow to the tranquil waters of the Pacific, the latest chapter of NASA's journey to the moon comes to a close. Orion,
back on Earth. 伫3个降落伞的辅助之下，无人驾驶的6号座太空船，以每点钟4万公里的速度探过地球的大气层，而且承受摄氏2800度的高温，总算安全降落到太平洋。经过超过25天探索月球的旅程了后，顺利完成阿提米斯1号的任务。We are adventurers. We are explorers. We always have a frontier. And that frontier is now to continue exploring. 因为这个任务是做测试，所以无载太空人。不过，这个任务成功，也就是宣告，让人类重新登去地球的日子已经愈来愈近啊！甚至未来可能有机会去火车旅行。经过几啊点钟，伫海里的检测了后，美国海军的军舰嘛照原本演练的流程，去附近的海域回收这架无人太空船，甲3个测试用的机人，再搁做续落来的研究。 13 days later gets delivered back to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we can actually start pull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doing more post-flight assessments of the vehicle. 人类上尾一届登陆月球是1972年阿波罗17号登陆月球的太空任务，6号座太空船搁一届射月球，毋但创下纪录，乘做飞离开地球上界远会当载人的太空船，嘛传到倒来真侪会当用来研究的珍贵影像。 阿提米斯1号任务是 NASA 重新登去月球探索的第一个关键的阶段。所有登来到地球的装置数据，嘛会互工程团队评估未来敢会当替载人的飞行任务提供安全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1988年发生的洛克比空难，一台对德国要飞往美国的飞轮机失事，飞机顶259个人，地面上11个人，计共有270个人死亡。英国甲美国的调查认定讲，这场的空难是因为有人放炸弹，其中一个利比亚嫌犯伫2001年被判无期徒，另外一个利比亚的查甫人马苏德被指控讲是共犯。苏格兰是表示讲，这个共犯即马已经被美国政府抓起来了。 飞轮机残骸山甲龟4月，也有民家厝受到弄击。涂骹搁较出现一个大坑。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造成泛美航空103号班机机顶259人，甲地面11人，拢总270人罹难。美国甲英国调查人员裁定，这件空难是炸弹阴谋，毋是机械故障造成，正做英国领土上上致命的恐怖攻击。利比亚籍查甫人梅格拉斯是唯一被定罪嫌犯，伊伫2001年被判无期徒刑。苏格兰司法单位 12证实，一名利比亚查甫人马苏德被指控是这件空难的共犯，已经遭到美国政府羁押。That Masood is actually in the custody of a warlord who has been widely condemned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at confession was extracted would be strongly opposed, I suspect, in any U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or the Scottis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梅格拉斯一直讲家己是清白的，过2摆提出上诉。 伊伫2009年因为癌症末期，得到苏格兰政府同意假释出狱。佮伫2012年过身，伊的家族律师集齐。美国2020年指控马苏德是空难共犯。经过话，伊伫利比亚遭到民兵组织绑架，无偌久就传出要伫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席，恐惊佮会加做另外一个梅格拉斯。 He is, as the Megrahi family decided, just another jigsaw piece in a jigsaw that is built on monumental lies, as far as the Megrahi family are concerned, which led to the humiliation of the Libyan people. 根据法新社报道，马苏德进前也阁涉及1986年必定业店攻击案，捌伫利比亚坐监。马苏德予美国羁押，代表要以美国法律对这件恐攻案进行第2摆审判。公司新闻戴伟仁编译。 来看欧洲议会传出重大的贪污案，希腊一个副议长凯利涉嫌受诬塞帮世界杯卡球赛主办国卡达来影响议会表决。比利时的警方伫凯利的厝内抄出真侪现金，有3个嫌犯嘛已经被收押。目前凯利嘛已经受到欧洲议会停职，希腊一小小的政党嘛开除伊的党籍咯。
澳洲议会部法议员涉嫌收钱的建设台希腊籍副议长凯里涉嫌收世卡主办国卡达的乌西，想要影响澳洲议会对卡达相关事务的决议方向。比利时检方查到发动大规模的搜索，伫凯里甲其他涉案人等16个处所，超出大约代票1900多万的现金，同时扣留电脑甲手机等证物。因为凯里11月才伫议会公开听卡达主办世卡赛的杰出表现，批评议会成员国集体霸凌卡达，爆出收钱的消息，引起议会真大的风波。ILO said that Qatar is a front-runner in labor rights, abolishing kafala and reducing minimum wage, 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at even European companies are denying to enforce these laws. 比利时检方指出，凯里甲其他3名涉案人，方起诉的罪名包括涉及犯罪组织、洗钱甲贪污。虽然检方并无明记乌西的国家是卡达，也毋过媒体引用的消息见光了后，卡达官方随即否认。卡达伫世卡时间期间，爆发几件劳工权争议。澳洲议会议员指出，议会顶伫表决卡达决议案的时阵，部分议员一直捍卫卡达的言行。Most notably, the speech of Ifakaili, who defended Qatar very vigorously, and I think this will have to be clarified because obviously it's an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situation that members of a parliament take money and then consequently take certain political stances. 目前凯里已经和澳洲议会停职，伊所属的希腊国内政党也开除伊的党籍。澳洲议会原本这礼拜表决延长卡达在内的4个国家的免签证待遇，部分议员也建议暂缓，佮另外辩论解决。公视新闻张小芬编译。寒冷台湾的雨水较少，伫高山因为温度真低，所以水管拢会结冰。最近高山国家公园部分的山屋嘛特别无水通用咯，所以嘛呼吁民众要爱省水。专业的导游嘛来分享因爬山的时候安怎用水，提供民众参考。台湾入冬了，山区较少雨水，玉山国家公园最近就是安尼，山屋的水情是真无乐观。包括爬玉山后5峰的大关峰山屋、南二段的鲁鲁古山屋，也佮有南华3星的富哈诺新山屋，目前囤水桶拢已经干枯枯。有关处是呼吁山友共同来节约用水。本园区各主要登山步道久未降雨，造成部分山屋蓄水不足。元峰山屋目前蓄水塔已经没有水，南岸3星的库哈诺新山屋的蓄水已经见底。医管处呼吁大家共同节约用水。专业登山向导表示，山屋冬季也会拄到水管结冰塌掉的情形，民众必须要做好严格的用水规划。建议爬山进前会使先洗好食材，入山用餐了后，餐具用切的就会使，甲用水量压到上低。若是体力稳准，会使家己爱水入山，但一日上少爱2公升。你去爬山的时候，假如说你的体力够的话，最好是自己背水上山。然后在你要上山之前，你在平地先把你的食材先准备好，把它清洗干净。餐具、锅具使用完毕以后，用擦拭的，不要带清洁剂到山上用水来清洗。有关处提醒，各山屋的水源状况拢有公告伫咧官网加 FB， 山友登山进前会使先查询，提早来备水应用。山区千万唔通伫咧水源附近便所，以免造成污染。煮物件也要细力用火，以防引起了火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甲云林大西哦，最近蛤蟆熊熊大量死亡，有渔民损失上100万哦。今仔早起，云林县政府甲水试所等单位去现场了解，农业处嘛已经进行会勘，若出全乡的损失超过5%。望讲中央能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机制，来补助养殖户。养殖户当咧采收温仔内底蛤蟆，不过详细甲看，那内底蛤蟆强要死了了，空的蛤蟆壳蹲甲亲像一粒山。云林大西这个养殖户表示，伊4公顷半饲蛤蟆的水池，最近就了超过800万块。这损失几啊100万的啦，这4.5只到一单要采收的成本拢还几啊百啊，唔是这拢袂报900万呢。
最近台南甲云林大西有真侪养殖户饲的蛤蟆死了了，一点仔收成都无。12透早，云林县府甲水测所等等的单位去现场会勘，推测是因为气候异常、温度上悬，各有养殖户继续下料，造成土质恶化有牵连。因为气候的影响，然后加上因为一般12月的话，11月、12月的话是冬季的话，温度会成长的时候，所以这些养殖户它都会拼命的就是下料，它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引起那个体质恶化而死掉。了解哈，现在实际的状况是损失的程度如何了哈？那我们希望全乡损失5% 以上哈，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大概已经超过了哈。那再来，我们每一个鱼池进行会勘，损失2成以上哈，我们希望中央就能够启动天然灾害的现金救助。云林沿海4个乡镇饲蛤蟆的面积有3000公顷，云林县府表示已经全面启动会勘。另外，针对要安怎看水线用海水来维持盐分，各有排水、清吐线系统，拢会全面来检讨，协助养殖户袂因为极端气候害蛤蟆死了造成损失。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台南龙溪牛埔的燕麦场，市政府第3档前撤销乌鑫公司水土保持的计划甲施工的许可证，也毋过乌鑫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工业局是判讲这计划阁有效，台南市政府败诉。即马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这燕麦场会阁开始动工咯。台南市龙溪区的牛埔屋地原底要设立事业废弃物掩埋场，经过10外档的抗议，负责开发案的乌鑫公司3档前予台南市府撤销水土保持计划，也阁有施工的许可证。去年阁公告这个所在是自然地景，不过乌鑫公司改拍行政诉讼。今年5月，经济部指出这个开发案的兴办计划也阁有效，台南市府予行政法院判败诉。在兴办事业计划核准后，我们并没有定定期限，这个部分他是主张是的，他的那个辅导设置办法那经济部并没有针对于开发许可有定定期限，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请我们要针对于它的那个原开发计划的部分来看。为了保护牛埔屋地拍拼真侪档的前牛埔里长陈英豪，过去就质疑乌鑫公司的有定地无规划入去自然地景的范围内底，开发案可能会起死回生。即马台南市府败诉，开发案可能嘛出现变数。因为环评执照还在嘛，因为水保执照他们也拿到手了嘛，等于4张的乌鑫掩埋场的这角。我选市长了，取消3张，存1张。如今呢，又被乌鑫又拿回第2张了。那展年执照那个申请，无法度搁予伊，4张内底人会搁摕3张去啊，都存1张，叫做啥？施工执照。战场马上又回到苗圃了。针对这件代志，乌鑫公司表示已经进入司法的庭事，无方便搁评论。不过台南市水利局嘛补充，退付回土地租约已经到期，嘛因为开发的范围已经改变，乌鑫公司目前无法度按照原底核定的水土保持计划来施工。搁再加上这个所在有断层的问题，刷落来会搁提供搁较详细资料，予2审的法官参考。嘛强调保护屋地立场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1月到11月，高雄无青红灯的路口是发生8350件的车祸。高雄市的交通大队讲说来针对有的牛慢停的路口来加强执法。经过高雄市前金自街这条巷仔，涂骹有标线写1慢，提醒驾驶速度爱别较慢咧。不过袂少民众共款无咧甲插。搁来到市中1路甲王成街口。涂骹是写1停，驾驶经过路口应该甲车动落来才搁驶。不过遵守的人共款是真少。这很难侦测哎，因为你说怎么去定义停跟慢的速度，所以我是觉得只能建议而已啊。民众表示，这款路段大部分拢无青红灯，有当时家己会放较慢咧。不过若阵有人赶时间，都无定着会遵守。有过路人批评讲，标线根本都袂好看的，那警方嘛真重视。高雄市警察局第4季的执法重点会放伫这寡无青红灯的路口，有写让慢停的这寡路口会加强违规的宣导，违法会当罚600块到1800块。让慢停等标线标志多设置在无号志交叉路口。近期除了强力宣导外，
同时也于多事故无号志路口加强巡逻及执法，并提高见警率。警方表示，深开始以山道为主，开单是上尾手段，因为无车辆顶的路口，为今年正月到11月都发生8350件事故。若准会当甲速度放慢，或者是甲车动落来，才个驶，就会当减少事故，保障过路人甲驾驶的安全。记者王周婷、陈显坤高雄报道。为了解决华人市区违规停车的问题，华人县政府伫主要的道路新设450个汽车的停车格，600个机车的停车格哦。汽车的停车格明年元旦开始哦，要收费；机车的停车格是免费的，所以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花莲市以前路边收费停车格有1088个，主要伫市区和平路以北的中正路、中华路。向南的路段是开放自由停车，不过却常常发生违停或者是停车库。警方要增加路边收费停车格，民众大部分表示支持。我觉得应该要增加停车格，因为这很不方便呐。那它也没有公共停车场，所以它路边如果增设，对民众会就是比较方便。这摆增加路边收费停车格有450个，主要在市区的中正路到吉安乡的人力桥、中华路到吉安乡的大篮桥、甲中兴路到建林街的和平路。按算明年元旦开始收钱，停车格是免费。我们原则在这个路口转角红线10米以外的部分，优先花机车格。那汽车格的部分，我们预计就是在明年的1月1号起，开始列为这个收费的路边停车格。在停车场的部分，目前花莲市区民间设的路边收费停车场有46个，提供停车格差不多是4800多个。官府表示，设进前拢开说明会，只剩部分小可调整加个案需求，协调完成了，也踏入路边停车收费。记者综合报道。位伫台中水南的中台湾电影中心哦，伫2020年的12月份完工，有民众是反映讲起好2栋外路，也毋过哦，拢还未开始营运，用要变网仔馆咯。台中市新闻局是表示讲，今年的9月底已经第2届招标，顺利的话哦，2025年会开始营运。金色建筑外观看起来真有设计感，不过外口阁为着围篱，大门嘛拢锁起来，煞无看到工人伫施工。附近居民表示，这栋中台湾电影中心主体已经完工，不过长期拢囥伫遐无开放，会使讲成了蚊子馆。你一定爱用运用才有效啊！那要不然你做会囥伫遐摆烂而已啊。拍摄的那个有来借景过啦，是，就唯独看到有运用的时候是这样。台中市府为着要发展影视产业，除了伫台中雾峰规划中台湾影视基地，将离岸当初是拍片所使用的造浪池保留起来，还佫规划专业的虚拟摄影棚，成了上有规模的公办民营片场，还佫跨进台中水南真好的交通角位置，嘛规划中台湾电影中心，开了17个打造多元机能的影视空间。2020年12月完工，2021年6月嘛已经完成验收。市府表示，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嘛影响到民间企业投标意愿。那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及国内4月起疫情严峻的一个影响，影视跟电影产业有大幅的衰退的情况，所以我们新闻局参考财政部出产司的函释，暂缓了相关的这个招商的期程。台中市新闻局表示，已经伫今年9月底第2次招标，希望未来会使成为影展、动画甲相关的影视课程培育中心，把将招商的条件来放宽，顺利招商成功的话，预算装修期间差不多是18月到24个月，也就是讲，上惊到2025年才会对外来开放营运。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关金易感股，无股不成金。今仔台湾日子，咱们来小解这张1万块的银票，伊是伫1948年民国37年的12月12日，由台湾银行发行的银票，算是古代票哦。也毋过短短当外，伫1950年的1月14日，伊个停止流通了。最近这几冬哦，因为疫情甲战争，一寡国家的通货膨胀是真严重。其实咱台湾伫2次大战了后，经过一段史上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张1万块的银票就是迄当时的产物。伫1945年到1949年间哦，受到国共内战的影响，旧台票就亲像是废纸。迄时阵哦，咱台湾的物价是起价非常的离谱，有人可能捌听过老大人讲。
打一比大的旧台币去买一碗面的故事哦。迄当时一斗米就爱旧台币24.5万块，一斤的肉就爱7.5万块，一粒鸡卵就爱7200块，而且价数是照3顿的起。有人就形容讲你点一碗面，若无讲先甲钱付付的，本地一碗面12万哦，结果食饱要付钱，一碗面就起到20万咯。伫1949年的6月15，台湾新政府公布8个改革方案，互民众会当用旧台票4万块来换新台票1块。会造成台湾迄当时通货膨胀遐尼严重的原因哦，主要就是这几个。日本时代哦，咱台湾银行买大量日本发行的公债，因为战争，咱台湾的生产力都还未恢复，再加上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伫短时间内底哦，有真侪人前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的负债真严重，所以台银就一直印钱，再加上国境内战，一寡无共款的货币真混乱哦，造成旧台币变薄。后来咱台湾银行是以黄金来做抵押，互民众会当来信任新台票。一直到国民政府失去中国大陆的政权，台票彻底来脱离中国的金募款，咱台湾才无阁受到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伫1950年哦，韩战爆发，美国开放对咱台湾的经济援助，帮助咱台湾对外经济甲贸易，咱的经济渐渐啊成长，新台票嘛开始稳定来发展咯。也毋过哦，咱的新台票嘛捌因为假钱的问题是真严重，台银就专工伫新台票顶头印金门、马祖专用，限制伫战地来流通哦，一直到民国78年才取消哦。新台票对民国38年发行到达，经过真侪届改版哦，也毋过哦，流通是拢阁算真稳定。这嘛显示讲，这70年来，咱台湾的物价阁算是真平稳的。今仔台湾日志新台票历史，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咱来看碗池到家电哦，甚至是运动器材，其实拢有通租。环保署今仔就邀请16间出租平台业者，呼吁民众讲，会当用租的来代替用买，还袂浪费。慢慢讲，对公部门的采购会当带头开始做。环保餐具当时行杯仔回收，搁再利用餐具嘛是用租的代替买新的。这几档搁会当伫 A 店租 B 店平，不过敢唔惊民众嫌垃圾。像是说杯子我们设计成是白色的，就是让品管的人员可以去确保去很确实的检查它是不是洗干净。然后再来是我们杯子都有一个独立的 ID， 我们是用会员的机制去管理消费者的借还。各有业者提供家电、大型健身器材出租平台，总共有16间业者，以无同的商品推动饮食消费。这届嘛响应环保署杀循环采购指南，将以官方建立一套循环商业模式，互商品有一个设计参考，促进未来领导绿色消费的文化。但是我们要让它的经济规模能够更为这个形成，所以我们会以政府机关来优先推动的方式来推动，让这个市场规模、商业模式能够去形成。环保署讲，政府采购以后会对用租的代替买做起，先对机关学校开始进行循环消费，希望大大减少环境废弃物。记者连日快台北采报道。最近哦，台湾的民众嘛真少世界杯卡球赛，有真侪人嘛想讲，敢有一日哦，冇咱台湾队会当去比赛。也毋过哦，台湾男子卡球的世界排名是排伫第157名。有立委就质疑讲，卡球相关的政策效果是真歹，无卡球场的问题哦，嘛已经反映真久咯。是嫌踢进女子世界杯附加赛的女子卡球国家队哦，因拢无专门的训练场地。立委是要求体育署应该爱检讨。卡达世界杯最近引起一阵卡球风潮，而且亚球队这一届表现真野蛮。不过台湾的男子卡球世界排名只有157名，立委这期卡球发展政策情况不好，尤其在社区缺少踢球的场地。我们的小朋友这么热爱足球运动，我们政府给予的资源是什么？全台湾包括11人制、8人制跟5人制的社区足球场，总共加起来总共才40座。可以竞技的球场11人制的就11个了。那显然这个社区足球场太少了。这20年来我们增加了多少足球场？目前我们地方政府的足球场地呢，目前是45处了。
现中华女子脚球已经摕到自2003年纽澳女子世界杯的附加赛资格，不过有选手表示，希望政府应提供更较完善的训练设施甲训练基地，让选手应专心在训练顶端。女球员就是这样讲，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基地，我们四处流浪，借来借去，只能在国训中心里面的天然草坪，不是专业的草坪里面去练习。这为什么？这样，因为去年主要是因为在备战东京奥运呐，所以当时因为防疫上的考量哈，那所以基本上是以那个东京奥运的这个选手培训为主啦。体育署表示，目前国家队是伫国家训练中心甲国立体育场来进行训练，未来会找找适合的地点来成立训练基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第三路出产地叶，正囡仔自细汉就开始接触茶。今年南投世界地叶博览会专工举办全国小小茶艺术的比赛，随着国小第29组的选手是摕到2个亚军哦。校长佮学生仔拢真安慰，讲因长久的经营佮练习有袂歹的成绩。甲茶米浸伫茶果，了了啊，甲茶倒入去茶杯啊，每一个动作拢做甲真有路，可惜袂适合一个专业茶艺师。因就是伫今年南投世界茶业博览会得到上亚军的选手，4个囡仔拢是随着国小的代表，这届得到好成绩。这3场农会也亲身到学校打红纸庆贺。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啊！其实瑞竹国小发展茶艺至今已经10几年的历史。那有赖就是我们就是像我们蔡老师，当然就是最主要学生的努力啦，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哦。茶艺比赛通常拢是2人一组。一个是主要泡茶的人，另外一个是辅助的角色。茶泡好了后，就爱烘茶。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有真侪美感。每一个选手也是经过几礼拜的练习，才会当伫比赛得到好成绩。一开始收到要比赛的通知，很期待，但又很害怕。过程中，老师们也比上课还更严格。因为练习很久了，所以比赛没有很紧张。我会往好的地方想，不要想一直会被老师骂。正面思考，放松心情，去泡茶。教到我们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努力是有回报的。人咧讲，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这3场规年冬天拢出产茶叶，随着国小的囡仔自细汉就伫充满茶文化的环境当中学习，加上学校也专工设立茶艺教室，请专业的老师安排多元的茶艺课程，就是希望校内每一位学生唔但晓泡茶，也有能力通甲别人了解家乡的文化特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屏东的落山风艺术季，邀请13个国际艺术家来展出作品哦。今年是以未来风洞为主题，有一只用风来启动的风神秀，佮有真侪真有艺术的艺术创作，咱做伙来看卖。恒春半岛当年落山风对10月吹到过当年4月，风力强烈甲风台有对比。为着要拼寒人的观光旅游，屏东县府开办落山风艺术季。今年以未来风洞做主题，也邀请到世界级的荷兰艺术家 Theo Jensen， 以创作的风神秀，靠风地当家己行叮当。很想来看那个什么仿生兽，第一次来海口港，觉得哇，这边的海滩实在是很干净。跟印象中不一样，特别干净。然后它的艺术品也展出的艺术品也都越来越精致啊，然后品质也越来越好。演过变啊怎人霜水的大会结束，落山风开始吹的时，游客就走到无半的人。地方改变思考的角度，落山风的季节正正是观光的特色，寒人也有无同的趣味。我觉得这个海口港这些艺术装置还蛮前卫的，蛮有设计感的，对，然后能够让人家蛮放松，然后或者就是能够跳出那种传统的框架，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今年落山风艺术季邀请到墨西哥、日本等13位艺术家来参与，伫屏东车城的海口港就通看到因的艺术创作，互大家唔但当愈了解咱台湾季风的特色，也通欣赏到世界出名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已经解封了头一个耶诞节，也毋过因为俄乌战争、能源起价、气候嘛阁反常哦，所以今年的耶诞灯海大部分拢是改用 LED 的灯，望讲会当节能减碳，嘛为环保来尽一份心。过
近2档因为考虑到防疫，奥地利维也纳的耶诞市啊，一年是无法度只好取消，另外一年是拢无成立。今年是疫情了后第一摆无限制其他代志对大众开放。宫廷色彩正高的维也纳，无论是巴洛克风格美景宫、美泉宫，还是市中心的自由广场，拢总有30个耶诞市啊，四个拢闻到烧红酒，还是烘辣子的香味，佮有合唱团好听的歌声。Insgesamt 300 Jahre, weil 1722 hat hier der erste Advent- und Weihnachtsmarkt auf der Freiung stattgefunden. 经过588档，德国上老牌的德勒斯登耶诞市啊，开幕即天，佮安排做胖的师傅，甲一条2.22公尺长的史多伦，都是德国式耶诞鸡卵糕，放起伫舞台顶，市长亲身来切开。照传统，现场卖史多伦切片的钱，会全部拢用伫主线。另外，伫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商品的价销嘛有起。伫摄氏0度这种低温之下，销量有够好的烧红酒，价销嘛起1成到1成5才济。 Der Gaspreis hat uns auch getroffen, aber wir haben ja hier in den Hütten Propangas. Das kommt ja aus der Petrolchemie, aber dieser Preis hat sich in den letzten 2 Jahren auch verdoppelt. 欧洲各大城市的耶诞灯海是推出减能环保的措施，用 LED 灯来取代一般的电火球啊，光的时间嘛减低啊。较早不来梅的街仔头，耶诞灯柜是10月底一直到2月底，但是今年敢若对11月20到1月31。土菜豆腐的街仔路灯会表演，一天敢若光5点钟，毋是较早的15点钟。法国东部的米卢斯街仔路耶诞树仔光的时间，对较早是每一天早起10点，改做下晡5点，安尼等会当省35%才济。首都巴黎名牌的百货公司沙玛丽丹，烘炉嘛敢若设伫17度。 Donc il faut faire moins d'énergie, moins d'électricité et moins d'illumination. Mais en même temps, on ne peut pas priver les Parisiens, les plus jeunes, les enfants, les visiteurs, les touristes, d'un moment de ce qu'on appelle de la joie partagée, de la joie collective. Donc il faut garder l'émerveillement de Noël, de la période de Noël, et en même temps diminuer de consommation d'énergie. 最近几档因为地球暖化，冬天的气温是愈来愈悬，为此户外储冰场的运作爱开真侪钱。包括西部的城市土耳其去甲储冰场拢改做储能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8度。 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